来，高雄火车头的永久站，才启用半年，出入的动线已经改过哪改。2月16这礼拜六又要搁动工咯。旧前站的引道甲后站的天桥要封起来，要拆掉，旅客就要为东边的南华路来出入。这通勤族真无简单，才行惯时的新路线，即马搁爱改路，拢感觉真无方便。这礼拜六旧站封起来了后，嘛宣告有48年的高雄车站的前后夜要行入历史咯。高雄车站永久站又搁要改动线，原本前站边的这临时引道，也搁有后站的天桥，16透早0点开始全部封闭，旅客对另外一边南华路东边路口进入车站。一定要先确认一下新的动线，就是在我们的地冠式车站的旁边比较容易找的。高雄车站嘛有拍影片宣导，但是来看这个特别开放的风雨走廊，其实嘛是一个临时引导，但是新的永久站去年10月14通车了后，到即嘛有半冬左右，临时动线改来改去，互通勤族真困扰。真的很乱啊，家人唔捌来拢找无。我不知道。有公告吗？路边的标示好像也不太清楚，对，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开车过来就迷路这样。另外一个让人有深深感受的，就是高雄临时车站这个长长的天桥，对真侪游客来讲，但kun是对高雄的第一印象。即马嘛，因为要封闭拆除，有48档历史的高雄车头的前夜甲后夜宣告行入历史。